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Jessie Cat 澳洲生活。今日我哋嚟到一間位於西澳洲嘅 Uniqlo， 想同大家睇下到底 Uniqlo 嚟到澳洲之後受唔受歡迎？喺入邊買嘢嘅人又係亞洲人定係澳洲人多呢？喺澳洲嘅 Uniqlo 毫無疑問比較大間，我哋一入到去已經見到唔少人啦。不過似乎大部分呢都係澳洲人，淨係得好少數望落去似係亞洲人啫。根據我自己嘅觀察呢，澳洲嘅 Uniqlo 同香港嘅 Uniqlo 款式大致上係一樣㗎。不過由於季節係相反，所以啲款式呢有機會係早香港半年或者係慢香港半年嘅。有啲款式，例如係短袖 T 恤，就一年四季都會有得買。再睇埋落去呢，我哋就發現 Uniqlo 入邊其實乜嘢種族嘅人都有。我覺得似乎越嚟越多喺澳洲嘅人都欣賞 Uniqlo 呢一個品牌喎。不過我就咁睇落去，我就覺得澳洲嘅 Uniqlo 價錢係比香港貴㗎，唔係淨係匯率等等嘅問題，好似係本身個定價呢都係高啲咁樣。例如一件短款羽絨要100蚊澳紙一件，而一件冇乜特別嘅連帽外套亦都要60蚊喎。長袖冷衫亦都要50蚊一件嘅。咁我自己今日仔細留意，發現 Uniqlo 入邊大部分都係澳洲客人呢，其實係有啲 surprise 㗎，因為澳洲人其實係好捍衛自己嘅本土品牌，但係 Uniqlo 作為過江龍都咁受歡迎呢，證明係澳洲人都發現到佢嘅優點嘅。我自己今日嚟到，其實亦都係有啲嘢想買。咁我自己呢都有一樣嘢係目前為止都好堅持，淨係用 Uniqlo 嘅，就係襪啦。喺攞完我要嘅嘢，想行去俾錢嘅時候，我就發現入邊嘅人好似越嚟越多，不過仍然都係以澳洲人為主嘅，而且男女老幼都有喎。又或者換個角度諗呢，亞洲人例如喺香港啊、台灣啊、日本等等呢，一早就發現咗喺澳洲嘅 Uniqlo 比較貴啦，所以如果想買嘅話呢，可能都會等翻去自己國家先至買。咁就解釋咗呢點解 Uniqlo 入邊呢係澳洲人比較多啦。不過我自己好欣賞 Uniqlo 嘅自動俾錢系統，只要將所有嘢一次過掉晒落去，然之後就會自動 detect 有啲乜嘢，計好價錢啦。